各位乡亲，大家好，今日来研究一个492篇一个客家诗音白话语文研究，第四十每团呢，每十呢都有10篇文章哈。今日嘅主题係林尚文事件同一個新埔兵寮播種田移民貓嘅戲劇片，課文1412對照錄音，第39篇，一共39篇，一個希望各位鄉親大家呢，將我哋客家嘅歷史能夠記載放起來。但是我所研究所熟悉嘅呢，只有南部嘅哈，親像一個第一個呢，可以講啊，連那個朱偉貴同一個土群演一個事件，後來再加上那個朱偉貴一個事件，後來就發生到林尚文事件，再個電呢下來呢，就係講一個抗日事件，一個南部嘅哈，南部嘅，所以個客家嘅歷史呢，也唔會少喎，唔會少。好，我在這個文章之中呢，報道之中，略略熟熟同大家嚟做個報道。今日所講嘅呢，就是講啊，林尚文事件同新埔兵寮播種田嘅移民嘅一個戲劇，用戲劇嚟做一個報道案啦，嚇。後來我哋講第10一個戲中人，叫林尚文。林尚文嘅阿爸阿媽工作等一共有10個人咯，嚇，個台版，戲文澎湃。台灣移民名為移民也，有人稱呼移民公、將軍也、大將軍，某種所諷刺嘅移民也，幾多都係在注意歸於林尚文事件同莊主前主一個海盜相打一起。個漢民客家漢民同山地同胞來嘅相打嘅所犧牲嘅一個人，恐嚇就係話講林尚文嘅自論啊講起，在乾隆38年，就係西元1773年，林尚文隨伊嘅阿爸來台。出差係在台中央台里市以港田一期視察嘅為業，有一年呢是當主犯嘅時節啦。嘅林父向林尚文講：尚文啊，無天個黑嘅，看啊，愛種番薯，也係愛種番頭。林尚文都講：阿爸，哪叫愛種呢？也咪就講：從本日落嘅雨，天內寒濕，種番薯，莫土落番頭過好。也爸就講：莫土嘅2年有寒濕啊，唔將因為天氣來天來好為以後。就做得中嘅，林尚文就講啊，好啊，家嗌下晝就來去來田，也咪就講下晝看一下林尚文也來嘅，尚文就講係哦，天光早晨9點天地會愛開會。通知我一天去準時參加，一個夜班呢就講家徒總先去將田來好以後，
爱人同爷们慢慢的来种番薯，从落番头。上文就讲哦，好，安尼好，澎湃。天一日林上文准时到北路田地会的会场，当时参加的人都是30岁左右，精力充沛的后生的人。这时间在会中有王作与李同两人行前来打招呼。王作就讲啊，我哋泰国从大道理啊，做事都是最准时的。李同就讲哦，所以按照我哋一天的人先当准，唔会有乜嘅侦查喂。林上文就讲啊，头下唔讲乜嘅人先啊。王作就讲，就是北路田地会的负责人，两头的人先拿。林上文就讲啊，乜嘅啊，讲到係林上文讲到係，中人就讲哦，两手，做事两手係，大家就朴素含好。王作经过表现，大家一致认同。是北路田地会最好的数量两手。林就讲手体不才，咁好意思。中人就讲哦，数量两手，抢上位坐，抢上位坐蛋糕就係。林上文講，好，家我做面。不以穷民，上王作嘅下坐下來，王作嘅這個坐下來。你同會議就講啊，會議開始，強行當選呢，林上文數量支持，中人大家就朴素含好。好，再來看第20，呢種人。相同哈，戲劇文章呢就發生在一個1786年11月26日。澎湃，林上文當選嘅北部田地會嘅數量以後，參加人數一日比一日增加，都乾隆中期。當時台灣有位官人貪官橫行。地府孫金水辦空國庫，貪圖私利，一個消息傳到林上文義工隊，林上文緊急適合田地會嘅會員來開會。林上文就講，義工聽到政府官員以及地府孫金水派人將國庫的財物搬走不少，朝廷那些再唔幹，將來失去嘅限興人農民百姓。本人消息各位來開會，談看啦，大家嘅意見是樣甲會員就講。本人建議數量消息所有農民到朝廷來抗議。林上文講，一個意見真好。一會員又講，本人建議數量領袖將地府孫金水捉拿起來修理。別會員又講啊，本人建議兩手數量將地府孫金水搬走國庫的財物一概追回。交一邊會員就講啊，本人建議兩手先經過地府孫金水
3日内若系国库财物唔搬转来，讲强量数量大量所有农民起义的抗战，林尚文就讲，各位意见非常宝贵。3日期限一到，若系地府顺境风景的景，虽无通作，本人自由打算啦。里头就讲啊，行检来向林尚文身边讲，数量，迄唔咩请大家先转去，先留下几3年来做最后的决定，让慢来处理一件事情会过好。林尚文讲，好，经验头讲好，王作了，请大家先转去，财务卡等候消息。总向前就讲好，大家各自归屋卡去啊。澎湃，林尚文同官府几3人商量讨论呢，3日以后，地府顺境虽无通作，决定大量农民起义抗争。当时由于多数委员，人民百姓对朝廷对清朝的统治有当多不满的地方，所以纷纷参加田 TV， 共同参加抗战的行列，爆发了台湾历史上最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农民起义抗争的事件。在乾隆51年7月，清朝政府下令解散田 TV。林尚文呢阿叔佢嘅阿叔被杀咗，捉咗嘅。林尚文同所属部下坚持紧张，两个事件。中人才嘅研究事情时，甲飞人就向林尚文报告讲啊，甲飞人讲报告数量，挨打糖多消息，俩下官塘已经下令爱解散田 TV。甲飞人又讲啊，不但俩下到处捉拿人田 TV 嘅飞人。变飞人都讲啊，唔单止安尼，掠下含家用一个机片，抢劫、乱杀无辜啊！但飞人又讲，数量，人都让甲杀呢，怎么办？王作就讲啊，唔对，因为呐，头先所讲嘅。两手有糖多，林尚文就讲外先大量军队将亚述一群人先救出来，人讲，李同就都讲，错，对，报告数量，我此前做先锋去救人，总向前就讲，我哋他家也爱恐下来去救，林尚文讲好。大家各自爱小心，来进行。好，下嚟看海十第30，四种人同头都相同哈。一个气温好，睇得澎湃。林尚文呢，个性豪爽，当好大炮不平，不顾林将宗亲呢反对。就大量部队向清朝廷官员来决战。林尚文大量民兵勇敢作战之下，一发不可收拾。一个八路军由王作作为数量，大量林尚文等部队，其中有流氓、
无业游民，个亡命之徒，无半点纪律可讲哦。凶恶嘅八路军攻打夏威竹签上新竹上，王作同林世文以及几位队友讲啊，没想到八路军每个都是身强力壮，竹签上新竹上，暗脚手本个人攻打下来。林世文就讲啊，唔过。我哋实力问题哪系无解决，也都认为无希望再战下去啊。王作讲，一个我有考虑过，新埔六庄来系米厂出产米地方，有谈过嘛？林生讲啊，对，林家系王族，又系好人嘅，太富豪。我哋先来去向林家商量，请佢哋提供粮食。王作讲啊，唔过我嘅部队要按提成，农民用肯提供一个按多米咯，是个东西咯。林世文讲啊，唔肯，哪系唔肯？就用枪啊，用枪嘅，你王作就讲枪，佢都正嘅意思来判你。林世文讲哦，收拾部队人马，各位大家在新埔六庄来出发，对新埔嘅六庄来出发。部队讲啊，好无？千载难逢嘅机会。别无，错了别，澎湃，迄带在六庄来嘅林先坤同秦叔叔叔，迄北部嘅富豪，加速人等在工作嘅時間以外時下啊，有偏向似乎。高头肢体大家练拳练南拳北腿，粮食枕头，在林上文的铺下，王作爱带领人马来新埔六庄来抢劫被消息传来，林先坤出面邀請各莊頭。熱心嘅兩頭人物來開會，林先坤就講啊，因為林尚文再一次跳出部隊支援王作，下一類攻打嘅目標就是我哋16莊來新埔鹹水灣嘅劉朝珍就講哦。也係有關我哋人民百姓性命財產嘅安全與危險非常重要，非常要緊。陳子陽就講哦，你要趕緊拿出保護鄉民嘅對策難河。王田昌個超講哦，先坤哥。唔得過往中搶做劫財來表示好嘛？林先坤就講：我想將現下有一批子弟兵，平時有練南拳北腿，糧食枕頭為功夫，一下都可派上用場。嘅總向前他講好，我哋積極轉來去準備。好，我嚟即係看下10 T40一個澎湃，林先坤一個初正交代子弟兵，駐守移民軍拿出
太军木军太多了，木枪来披战。王族带领的200名的村头，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打唔赢移民军，死伤众多，将战死者埋在汉坑丘名很多上云浦旁边。林上云知道了惨重的失败的消息，又再来调部队支援王族，攻打金山面、九甲埔，以防客家人呢突然来攻击，在危及到六宗来。在一个时间，宣布六宗来的客家人，大家提高警觉。林成坤在同各庄头的带领者图谋计划对策。林成坤就讲：各位，消息传来，林上云部队严重失败，唔敢赢，列下有条调兵马前来。大家要坚持小心难防。王仲邦就讲对迁族移民来的客家人，尤其是富商個有錢的人，帶在竹籤上、新竹上，同外人私底下有交情。你背就講希望佢哋做得同外人來協助，來解決一個困難。劉朝珍又在講再加上朝廷招募嘅人，招募嘅人嘛，就有1000個人呢。林成坤講九宮那莊有朝珍歌，自元歌等等帶領咸菜王莊有田長歌帶領，趕緊轉去馬上進行戰鬥工作。作戰時用五步槍呢，幫在做數的雙向，雙向方來做記號，幫一隻相片，呢個照片。劉朝珍講事不宜遲哦，急轉來去準備。終於講好啊，好喎，係哦。林成坤這個隨時保持小心，大家一切要小心。澎湃經過慘烈的交戰，客家移民軍同河洛移民軍聯合共同打敗嘅林雙雲的部隊，舒服嘅竹籤上、新竹上一級以後，客家移民軍同河洛移民軍一級平埔族嘅移民軍啊，三族個共同南下協助清朝軍隊來平亂。客家移民軍在鬼屋卡鄉嘅路上，看到很多死亡者、戰死嘅人，林成坤就講先將屍體揚鞭歸隊。上面嘅民軍大家都講好，就按呢嚟做。林成坤先將牛叉試過來，將屍體趕上牛叉來查一個屍體。這個中移民啊，都個大家都講好。劉朝珍那個成坤哥唔看見到屍體愛埋在哪一隻嘅過河，
往田重新向前呢，就讲外地在太和口，有一个动态的总铺片，可以埋葬。林先坤就讲，假如查落去太和口埋，太和口埋。钱茂祖向前呢，就讲各位弟兄，将尸体查落去太和口埋哦。总向前大家都讲啊，好，冇问题。林先坤个请各位数量大量的人啊，协助来指挥。林总王就讲好，这个冇问题。好，我接过来看第50一个许宗仁相同哈，客文旁旁也都牺牲死亡的义民军尸体，严放在牛茶行，一查有个一查为思乡户口太和口的路行，经过的风山海都变了时，牛为啥一时停下来唔行？佢甲義民軍就講啊，奇怪，牛為停下來做乜嘅喏？義民軍就講啊，係唔係牛為妒忌嘅？我停下來是錯幹嘛？甲義民軍又講，就是張威亞寶，就是張威亞寶話，病義民講，係唔係杜學？20歲嘅呀，等於咪講啊，頭多真是拉倒，哪有安慰說及一病有嘅呢？及一病有，個假如真係奇怪嘅奇怪，奇古怪喲！唔入歸就講啊，係唔係遇到嘅屍體上愛在一隻嘅賣呀？王天長講啊，就問林先坤講，先坤哥，你歸講嘅有道理，一到屍體可能上愛嘅隻嘅賣。林先坤講啊，假如來點向的身高嘅，看那是。劉成講啊，準備上岸，來，大家來拜。他家來拜，錢茂祖就講先鋒哥，請得宣告嘅，人先講好，嗌來，哪去同錢呢？請問唔等犧牲嘅義民，係咩唔想去戶口太戶口買？而在呢一隻嘅安裝起碼，那係有樣。請3下宣告為平，王中王講啊，一下就宣告，2下又宣告，3下也係宣告呢。王天長就講啊，哦，原來因為唔行嘅原因，就係義民一定愛安裝在呢一隻嘅，愛安裝在呢一隻嘅喲。林先講啊，馬上請600談義民數量之一的陳志遠，太體律師，指點體律就可以嘛？眾人都朴素贊成，好澎湃。經過陳志遠資本的資哈，太體律師勘察體理風水，一個地方係向陽坤體穴，相傳清朝甘州體理名士曹天宗來提示啊，勘察體理風景風水，在鳳山海邊有台灣三太名穴。
之一嘅地方。访问之下，一个地方就是大研究公嘅土地，大家愿意将一个土地捐献出来，所以乾隆53年，就是1788年，林双文事件平息了以后，前高宗乾隆皇帝特别颁200亲下保重人民君子忠勇为国为民精神。好，再看下一页，第六頁，一個澎湃，林雙文、張太敦，一個林雙文呢就太敦啊，就是一下嘅台中市，戰亂一場，不久打下彰化，殺台灣地府孫景水，被擄為王族，連同大量群眾攻下淡水、占領竹塹，就新竹，往南攻打諸羅，就是嘉義方面。豐產田地費數量總太田，也集中士兵響應。到2月時全台出南部台灣府台南、諸羅縣、中部鹿港外全部淪陷，都被人佔領。林雙文事件引起相當大嘅震撼。乾隆皇帝命總督復抗案，就乾隆皇帝就講，林雙文事件引起安大嘅震撼，嘅看法係按樣辦來處理啊。復抗案就講，並保皇上，應該做人平天戰亂。乾隆講對。官人親眼看平常訓練軍隊有方，派為平台大將軍，到台灣去擒拿林雙文，反抗就講梁子乾隆就講還有准兩套清軍一級，擁有大量槍炮嘅強大部隊，復抗案就講梁子澎湃，由於林雙文所帶領嘅部下全無軍機可談殊多之處亂殺無辜，這個百姓強姦婦女，無法無天，所以朝廷派總督復抗案大量陸洋軍在陸地港登陸，總督復抗案同各隊長講佢講復抗案講人哋話我哋嗱，奉朝廷指示來台灣，周邊訓練時機已經成熟，有可消息傳來，林雙文最近在八卦山一帶行通，甲隊長命令帶陸洋軍一隊人馬到八卦山做大先鋒，甲隊長就講全面復安康，就講一隊長命令帶陸洋兵嘅第二隊人馬到八卦山腳下支援甲隊人馬，一隊就講全面復抗案就講所有人馬刀槍準備齊全，天
讲日啊，天光日会睇做5点就来进行，也对着讲全面。好，再看澎湃。在西元1788年2月，在八卦山同林双云呢并对双方大战，6洋军先后束缚嘅壮化，甲2日林双云兵马战败被逃走了，林双云逃走。傅康安同军师讲啊，军师依我所看，林双云为逃走到南方向去啊。军师就讲啊，依照体型来看，林双云应该往南头方面来走。傅康安就讲，外围命令兵马加强，向南头方面来追查。军师讲来看，林双云经过2次的失败，以11打难比嘅。傅安我就讲啊，我有私心，去上作林双云呢你哋不救嘅。军师讲啊，上作林双云那係順利。唔是超過1禮拜。好，再來繼續看下一節，一個第七節，一個澎湃。林雙雲失敗，逃走到南投縣，在進王投到苗栗、竹南一帶，南島原屬嘅人家。將消息傳到總督傅康安義公都里來，總督傅康安說服嘅南島原屬嘅同胞人士啊，終於將林雙雲上作到。滿清朝廷飛越1年4月。能平定了林雙雲事件。後來清朝皇帝乾隆軍為了加強諸羅移民義舉，來將諸羅改為一個假義一個名稱，又將台中以南乾隆判台灣終現高化，不再有戰爭。書名按照壯化。林雙雲本朝廷上作到，掠去北京。乾隆皇帝親自來審問啊。乾隆講啊，林雙雲唔在台灣搞亂社會，開始無數人民百姓唔靠地，翻到乜嘅吹嘛？林雙雲講啊，官逼民反啊，冇無可奈何啦。乾隆講說乜嘅意思？乜嘅按到無可奈何？林雙雲就講福建提督徐太基。木材嘅材，徐太基在台灣索非人民嘅財產。乾隆講可有此事？林雙雲講千真萬確。乾隆就講下令將朝太基處斬。林雙雲不但殺死地府，還帶領戰亂，縱容部下姦殺婦女，屍骨遍體引來落去，生命塗炭，人人憤恨，唔可地毛，唔可地吹毛。林雙雲點唔敢講。
乾隆講下令將林雙雲處斬頭旁白，林雙雲加押到北京，肅清酷刑以後，在乾隆53年3月初10斬頭處斬，當年只有32歲嘅林雙雲，只有32歲就被人斬頭。林雙雲死於前後經過1年03個月，參加人數有60萬人，不但是台灣歷史上規模最大嘅農民起義，也係清朝時代歷史上最大嘅一次農民起義。各位鄉親，這個歷史簡單就報道到嘅這個，希望大家將台灣嘅各地嘅真實歷史寫好了嚇，個作為一個研究分析做將來嘅參考。同時嘅這個本文之中有這個21條歌嘅，好多歌、客家歌、個國語歌，本大家嚟做一個欣賞與參考比較。那個有點係在呢這個來提倡唱歌嘅方面嘅文化水準與長度，同時一個客家白話文一詩一語，大家詳細來讀談，使得以後將來能講話能夠講順暢，聽起來佢順耳，當然有個沒有傳統嘅精神嘅素材所以希望各位鄉親大家共同來研究。所以一個文章後邊呢，要嘅提出研究嘅57年到幾可以講50-60年。一個聯吟詩，客家嘅聯吟詩，都係客家聯吟詩，只有個聲母，我哋嘅詩語嘅結構就講單個嘅聲母，波 n 邊波就是聲母 ，n 呢就波就是聲母，n 呢韻母，邊叫做上條一三大要素。一個聯吟詩一共只有3個韻母嘅 r a o， 但是古書是用一一個單個嘅這個 a 來講是呢，這個哇、啦、呀、嘛、那、呀、噶、巴a 呢相同，有為了也沒那個別o 也係相同，為了也沒那個波嘅音，也全部都係客家嘅傳統嘅語言，尤其在一個傳統成果啦、講話啦，一個能有辦法提出我哋客家話有名嘅素材聯吟詩是客家最有名嘅一個話語，當前嗰時候研究我將一個64個韻母一個中央主權地圖裏所寫嘅韻母有64個，對整合變成17組，17組以後再整合變成8組，8組，也就會頭度講A 來講是啦，為了也沒那個別一個就單個嘅聲母有9個8個所以希望各位鄉親呢，一個聯吟詩曉得讀曉得講我哋客家嘅水準程度就自然會提高。好嘞，今日就講到嘅這個神農客家，感謝你，再見。神農按知識有中醫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